你老表呢？不交。我看你看，我拍那个视频，我送他1亿。你看，我就送他1亿了吧？晓得不？好，要得哈。你看，哎，我拍那个视频，我就送他1亿了吧？等一下哈。等一下哈。那不用吧？那是你们挨到的嘎，是你们挨到的。他们大概你们晓得，你们在封你们晓得。封姐。啊？我在下乱的，我说你是送你们晓得。哦，我们老爷，平安送老爷，哎，平安球，平双球送老汉。